喺 ATM 幫個阿婆撳錢，你以為係日行一善，定係一腳踩入無間地獄？今日我哋要拆解嘅就係呢一個善心地獄局。今次嘅核心問題係，究竟點樣用3秒去分辨眼前嘅求助者係一個真係需要幫手嘅長者，定係騙徒派嚟吊你落碟嘅專業演員？喂，有料爆話，有位師兄喺社交平台出 post，話自己喺銀行 ATM 排隊，前面個阿婆搞咗好耐部機，跟住一擰轉頭就同佢講：靚仔，可唔可以幫我撳啊？哇！你估個樓主點？佢即刻耍手擰頭 say no， 仲要即場教翻個阿婆轉頭。如果我幫你撳 CCTV 影到我，有咩事我咪拖埋落水。呢度冇人會幫你，你搵銀行職員啦。個阿婆個腦都好清醒，即刻駁翻佢。今日星期日邊有職員啊？樓主都唔係省油嘅燈，一句 KO 佢，咁咪等聽日咯。好急咩？件事睇落好少，但個陷阱位喺邊？我同你拆解。樓主最驚嘅唔係幫錯，而係成為共犯。佢話萬一幫咗個阿婆，轉頭就話係你佢錢，或者話你令佢有損失，到時真係口同鼻拗。你以為幫佢撳錢咁簡單？錯，個局可以有幾毒。第一，佢可以話你喺側邊偷睇到佢密碼，之後戶口唔見錢就入你數。第二，過完數，佢可以即刻報警，話你夾硬搶佢張卡去轉賬，你跳落黃河都洗唔清。第三，最毒辣嘅一招，如果個阿婆本身就係俾電話騙徒緊，要去過數俾人，你就係最後一個掂過張卡幫佢完成死亡轉賬嘅人。你估警察會唔會揾你翻去協助調查？你瞬間由一個好心人變成騙案嘅共犯。有網民仲話，而家啲騙徒會教精啲長者，千祈唔好去櫃台，就係要避開銀行職員嘅法眼。真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長者就係佢哋眼中最易食嘅肥肉。所以樓主最後呼籲，見到呢啲情況一定要 say no， 你拒絕，唔單止係保障自己，更加可能係阻止咗一個潛在嘅受害者。好，翻到嚟我哋開頭個問題，點樣分辨真假？答案係你根本分唔到，亦都唔需要去分。騙徒嘅劇本就係要你喺道德壓力同恐懼之間做錯決定。唯一嘅自保黃金法則就係唔出手，只出口。咩叫唔出手，只出口？你可以幫佢打電話俾銀行24小時熱線，甚至直接打999報警，話懷疑有長者可能被騙，等專業人士介入，呢一個先係真正嘅幫得就幫。順帶一提，點解銀行職員都唔會出手幫你撳機？因為銀行內部有嚴格指引，為咗避免任何金錢糾紛同責任問題，職員只可以從旁指導，絕對唔可以觸碰客戶嘅銀行卡或者密碼。連專業嘅都唔掂，你一個街外人又有乜嘢理由去冒呢個險？下次再有人叫你幫手，你識點做啦？情報分析完畢，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關心嘅人，確保佢哋唔會中招。